我嘛是真闹热，继续来看到屏东这间宫庙来办闹热的造就大典，拢总摆9000斤的贡品来拜拜，敢若看这个场面都有够大。活动一个散场了后，庙方特别安排这贡品要送给大家，大家是得过倒菜刀，赶紧要来摕，规人客甲炒，会当讲是先来先看，啊那慢来就减一半。民众客来客去，想要占到一个好位，等工作人员把贡品撒过来。 手伸出去，就是把贡品撒过来，是要让大家拢摕有到。工作人员哪分哪好约，活动会场人考，领到的人就随位外口行，啊，伫咧边仔等咧要领的人排队也是排甲足长的。会少呢吼，还有豆油啦，豆油啦，汤啦，哦，食平安啊，食平安吼。豆油、汤仔饼、罐头，唔拿民生用品，佮有只爱摆规排的。 108下低，完了，3位吼。一声就传食饱才滴出来，唔拿济，佮足重的，无怪爱使山鸟来斗3工。建教要看神明的指示，弟子能有办法，然后神明又有指示，那当然我们要跟他办好。庙的做就传9000份的贡品出来拜，活动办完嘛开放，互民众去领。团讲摕贡品回去食，会当保平安。民间的风俗，互活动规个闹热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